后来继续是正大消息，来看亲民党的党主席宋楚瑜，今仔日正式宣布投入2020年的总统大选，这嘛是宋楚瑜第4届选总统。宋楚瑜的副手是媒体界的人士，叫做余香，伊有广告教母的称号。竞选的发言人是出名的主持人虞美人。宋楚瑜讲，家己77岁，这届是离伊初选的初心上届近的一届。而且引用“天道酬勤”这句话，讲用这款的精神出发，爱拼才会赢。明年1月11号的中华民国总统大选，将是楚瑜的第6战。亲民党主席宋楚瑜确定要加入2020总统的选战。宋楚瑜从政的初心，就是4个字：天道酬勤。我们用这样的精神来出发的话，就是希望唤起当初让台湾人引以为傲的这种打拼的务实的精神，爱拼才会赢。引用天道酬勤，宋楚瑜相信讲天公伯啊，会疼惜拍拼骨力的人。为总统民选以来，宋楚瑜差不多逐摆拢有参选。2000年，甲中建病院心脏外科主任张朝雄搭配，得票率3.6%。4年后做连前的副手，两人得到644万票，得票率将近5%。到2012年，宋楚瑜选到公卫学者林瑞雄做伙拍选战，得票率敢若2.77%。顶一届大选，甲民国党的徐欣莹合作，得票率回升到12.84%。总共4摆总统选战，摕1300几万票，应该是历史纪录。2020 1月11号将是宋楚瑜的终局之战。为了这一战，宋楚瑜已经准备了44年。宋楚瑜嘛，当时公布做媒体医生做副手，医生来自台东，为中基做起，伫广告界拍出一片天。有广告教母之称，嘛是全台湾最大媒体购买集团的负责人。亲民党正副总统的人选已经确定，所来也有部分区立委的布局，敢会甲进前所预测的，甲鸿海创办人郭台铭的阵营有进一步的合作，目前也唔知影。